大家平安啊！欢迎来参加第152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的讲员实在是真正的特别你确定恁就会知影伊今年25岁拄按这个文化大学这个气象的毕业，毋过伊的知识确定咱就知互我安尼感觉讲真安尼真好奇，真想要搁较认捌伊啦其实咱大家可能嘛有咧参加论坛的人，拢会捌明芳伊是咱论坛遮的坚定的参与者啦确定伊拢做28张投影片啦所以讲到一半的时阵，等有机会大家问寡问题所以咱即摆就先甲时间交互明芳啦你敢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较来开始，好啊，好无？来，较等下我先分享画面。好，有看到画面无？还未？好，有啊，来。有啊吼。好，安尼就用个开始啊。迄个大家好吼，我是吴明芳，就是感谢大家下暗吼，听我介绍即个主题。我相信讲咱台湾人对青藏高原即片土地算阁是无啥了解啦就是以早的地理课是用中国人的角度去介绍青藏高原即片土地即句话的地理课就是甲介绍罔介绍啦，拢无介绍到讲即片土地对咱台湾、对中国，甚至是对全世界来讲到底有啥物款的牵连？咱讲诚实的啦，进前我嘛参大家共款啦，对即片土地青藏高原实在无啥熟悉就对啊。毋过自从我读大气科学了后伫遮我第一特别感谢迄个洪孟弼教授我甲伊说一声多谢因为伊迄阵有开一个课程做全球变迁导论即个课伊开咱若要修即个课程到期尾伫咧上台报告互全班听就对到时迄阵就是迄阵就分组啦，叫阮迄组的人去报告迄个青藏高原即个主题怎阮即组就真骨力啦，去找文献现资料叫我查一个到底足趣味的。才知影讲是安怎中国人遐尔孝心青藏高原无想要互伊独立一切拢有原因的而且青藏高原本身就是直接影响着咱台湾，阁有台湾的气候阁有经济重要因素用过咱课本就无教，毋知是安怎若讲到全球温暖化大家拢会开始想到啥？就是南北极的冰河扬起。会造成啥物？海平面的迄个压悬，海平面压悬听起来足严重的，迄个一块岛屿会全淹去啦，迄个国土会愈来愈细粒。也毋过对咱台湾对咱台湾较深的影响，即个青藏高原原来较赢即个南北极即诚侪人拢毋知影较毋知影，因为咱台湾人会教材从以早到今就还袂以台湾主体性来思考，佮加上咱的迄个台语文献对气候也是气象的迄个科普，拢比较较欠缺大家毋知对青藏高原无啥熟悉要毋过伫遐袂要紧啦，下暗我会甲大家介绍讲，到底这青藏高原是有啥物所在？值得咱台湾人去思考看觅而且我要先甲大家自我介绍，我即久食四岁，就是为福林原种来原种伫咧北港边啦讲话毋只有迄个北港腔，我相信大家嘛听得出来，就是大感若是有出顺啦，就是
会经过阮即日啊，阮即日吼过轮仔桥在过新港啊，吼我是读即个中国文化大学家去课系甲地理学系双主修哦，啊，中国文化大学伫咧迄个草山啦，台北草山，山顶，学校的名是有中国即两字啦。啊，毋过吼，阮迄个系内面诚侪教授拢有台湾主体性的头壳，哦，就是我毋则会我特别感谢因就对啦，因为若无因，吼，我则若无因，我就毋知影讲台湾的地理啦、气象啦、气候啦，拢有袂少咱大家通去探讨的所在就对了，哦。我嘛对这全球气候变化嘛有受介深的兴趣。啊，我还咧读高中的时阵吼，因为历史老师是即个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伊当咧介绍清朝末期迄个传教士的时阵，伊有载一本白话字圣经。伊教全班哪团哪读，对迄阵开始才知影讲吼，原来咱台湾吼。本来就白话字即套文字啊，全带线我就带迄个线顶家学，几当前吼，就有考着迄个全面台语认证4万，好，自我介绍到遮，好，进入主题，大家敢知影讲青藏高原伫咧倒一啊？这青藏高原吼，你看这青甲藏，就知影讲伫咧青是啥物？青海省，伫咧中国的青海省，藏中国号做西藏自治区，要毋过西藏即个名吼，佮讲起来是伤过中国中心主义啊，甲西迄字提起煞，讲起来是讲青甲藏，我感觉迄较有无问题，我我拢用青藏高原去称呼，安尼较无造成迄个中国中心主义的问题。因为主要是写迄字有问题，大家拢知影讲吼，青藏高原伫中国西南部以南边就是有诚侪国家你看中南半岛还佫有印度啦做足侪国家就对啦。印度半岛有啥物？有尼泊尔，有印度，有不丹，有孟加拉，佫有巴基斯坦、阿富汗。若即个东南亚中南半岛有啥物国家咧？有越南，有缅甸，有辽国、泰国，佫有迄个，佫有柬埔寨遮国家。你若看伊的迄个河流，伊的江河，你就知影讲即青藏高原是诚侪国家的水头，毋是干那中国哦。伊是诚侪国家江河共同的水头，即等下会甲大家详细介绍讲中国会安怎去影响着做迄个江河，过来就是来看伊北边，有蒙古，佮有中亚，中亚这相信大家拢知影，即个做东土克斯坦，中国人甲号做是号做啥？新疆啦，我无啥介意即个名。但是我以上就是甲号做中亚地区就好，大家较好理解。你若讲奇怪，台湾就离青藏高原看尔远，是安怎讲有牵连？愈想愈奇怪对无？大家拢毋知。我甲你讲，讲一个到底，大家就比我较了解啦，这就是讲青藏高原伫咧热人的时阵啦，因为伫咧啥？后亚大陆的内山，伊比这个较细，伊的悬度佫较悬，伊较会吸收着啥物日头光的底部放射，佮加上湿空气，对流过程当中，伊的空气地降温放出热量，这热量会直直升悬，直直升悬，直直升悬，直直累积，直直累积，规个空气的观瞻，拢是迄个空气地。伊带迄个大气观察所在，伊会诚做一个高气压，这个高气压气象会甲号做啥物？会甲号做南亚高气压。南亚就是亚洲南部的意思，就是南亚高气压。
季风吼，简单来讲就是大面积的海陆性质下别所引起的。后大陆的迄个比这较细，吼，吸收热量啦，吼，会较紧，热量嘛较够散去。若太平洋就无共款啦，伊会比这较大，比这较大就代表讲啥？伊的迄个海上吼，伊的迄个热量吼吸收啦，还是讲走散去啦，吼，迄种会较慢，吼，比陆地较慢小看，才会造成两种海陆两种气团的迄个差别性质会差较大。若差较大吼，就会造成啥物？就会有伫咧东亚有东南亚遮所在，就会形成季风即个真重要的一个气候现象。无即个季风会发生啥物代志？咱台湾热人的时阵拢吹西南季风啊，西南季风嘛是啥物？嘛会造成啥物？会造成黄霜雨。迄若无黄霜雨会发生啥物代志？咱后满台湾人吼，咧用水就爱靠迄个风台啊啦，加靠风台。你感觉咱台湾人，我2,300万啊，这是要安怎度日子对无？加高靠一两粒风台来，互咱台湾你用一冬的水，我讲诚实诶，迄较无动头，嘛是西南季风吼，有即个黄霜雨吼，才会互咱台湾人就是较有水通好用就对啦。会有可能会做大水，要毋过上无就是毋好互迄个做事人，互种作的人较歹过就是简单来讲啦，若无这青藏高原，就是无即个南亚高气压。若无南亚高气压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无西南季风，都无黄霜雨，咱台湾人会欠水。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咱台湾人无希望欠水啦。除了这台湾以外伊对东南亚印度半岛拢有造成诚深的影响就是无因为爱有遮个季风，遮个所在才有雨水通好落有雨水通好落这才有迄个气候的迄个基本的形态才会发生，才会形成。要毋过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介绍着台湾，安尼就好。讲到即个，简单来讲就是气象学者，咱若要讲到即个青藏高原，会讲到啥物词？一般来讲会讲到冻土。冻土是啥物？冻土佫是啥物？冻就是坚冻的冻，土就是割土骹迄个土冻土一个听就知影讲是啥物？青藏高原伤过悬，有偌悬你知影无？伊的迄个悬度平均拢有4、5千公尺，4、5千公尺，伊上悬通啊看倒是喜马拉雅山脉有一粒叫做迄个圣母峰的岭顶，差不多悬度伫咧8844公尺你若看遮尔悬的山脉，伊迄个当然，伊迄个土的温度，土地的温度绝对拢足低啦。你若讲土地的温度，参迄个我今仔要介绍的主题是有啥物款的关系？来，讲到这就是爱介绍啥物叫做冻土。冻土就是土地温度剩无风度而且已经发生坚冻的土，叫做冻土真简单有的冻土够悬人才会坚冻，有的是规年搭抗天，拢一直咧保持坚冻那已经坚冻连续2年以上一般咱会甲号做啥？永冻土。迄个永就是永远的永冻土permafrost。即个 permafrost 是啥物？永冻土佫通分做连续冻土甲无连续冻土。简单来讲
就是若已经建档连续2年以上，咱会甲号做应当头，就是面积爱占90%以上，若无就是无连续当头，这迄个无连续当头甲连续当头的部分，等会介绍着，大家免烦恼。当头下底有保存诚侪甲烷啦，二氧化碳啦、明白温室气体，诚侪就对啊。对全球气候变迁，迄个气候变化有迄个影响是原来介深就对啊。到即只为止，毋知大家迄个较有听有无？这我是惊讲了伤过深 ，OK 吼。大家 OK 吼，好，就是过来就是来看这个迄个温室气体的问题，因为气温若压悬，冻土会变保气，即个冻土愈来愈薄会安怎？伊下底温室气体拢会走了啊，会走出来。你若走出来大家一定嘛拢知影，温室气体会造成啥物？温室影效，温室影效会愈来愈严重啊！愈来愈严重会造成啥？你气温更加悬，气温更加悬，这根本就是一个循环就对啊！这是迄个真严重的迄个恶性循环，就是一定安尼落，一定安尼落。迄个早晚迄个千座多元有影当时迄个冰河拢还有冻土拢会溶去，这最严重的对啊。来介绍一下，这张图是迄个 IPCC，就是联合国因有一个一个机关，伊这个机关隔几档啊拢会去调查一个报告，做一项报告就是会去介绍讲就是全球气候啦、地形啦，在迄个因的迄个，因为即久全球迄个气候变迁拢足厉害，不时就咧演变，希望联合国就希望讲他去调查看卖讲最近迄个同世界大家所在伊的迄个地形啦、气候啦，甚至是看会去影响到带迄只迄个住民有影响到伊的居住权无啊？对无？搁有伊的因迄个观光啦、经济有受到影响无啊？这嘛是足重要一项代志。伊拢会去甲调查，调查了后这张图是咧讲啥物？就是咧讲即个无连续冻土、甲连续冻土，搁有即个季节性的即个冰原，这我看 Frozen Ground 我看会通好翻做波啦，就是山坡、草坡的坡，冰坡我感觉即个嘛袂歹听。季节性的冰雹discontinuous permafrost 就是叫做无连续冻土，就是头拄则我讲，就是无连续2年以上的冻土。你若看就是讲这2017年无连续冻土甲迄个无连续冻土甲即个季节性的冰雹就是降大部分的面积。过来咱来看即个通世界的地图这个图一看就知影讲了解较深较看无袂要紧，我即句甲大家介绍。即个桥仔色的迄个圆箍啊迄是引冻土的面积过来就是伊个有一个 glacier 是迄个若是四角形的即个迄个做冰河冰河的面积咱甲详细看就是咱来看即个引冻土的面积引冻土面积上快的所在伫咧倒？伫咧西伯利亚，伫咧罗西亚啦过来就是青藏高原。通世界第2块，第3块
伫加拿大甲迄个美国诶迄个边啊，迄个边界哦，搁有迄个阿拉斯加嘛是足快的对啊。啊，若讲即个冰河诶面积吼，上快的，毋是伫咧南极，也毋是伫咧北极，是伫咧倒青藏高原，伊是全世界第一块。哦，啊，第二块吼，伫咧阿拉斯加。哦，青藏高原吼，冰河吼，全世界第二块。啊，引导图嘛是全世界第二块。哦，这毋则讲吼，青藏高原即个问题，大家需要好好啊探讨看觅。啊，甲迄个青藏高原吼，伊迄个管道的迄个分布吼，甲北较快，就北较大啦吼，就是讲伊即个引导图甲迄个冰河，伊的分布的管道差不多伫咧差不多伫咧4000公尺以上，六千公尺以下。好，啊，青藏高原吼，伊个冻土面积有偌悬？哦，有偌快？你知影？差不多吼是106平方公里。什么意思？全世界第二快，是台湾本岛的2倍快。哦，毋是对啊？啊，过来就是等下，毋是2倍，等下，毋是2倍，这是迄个等下啊，29啊，29倍。29倍，可是阮2倍加怪怪，29倍，足恐怖的呢，29倍迄个引导图。哦，过来就是即个一个，因为做的报告就是有看到讲吼，即个青藏高原吼，哦，伊的迄个伊对迄个规产业啦，吼，居住权的迄个一寡调查，吼，啊，愈侪迄个乌色的点，就代表讲吼，愈有关联，拢较有关系就对啊。哦，啊，若红色的，就是较无好。哦，蓝色的，就是对人较好。哦，啊，若两个对分，迄就是有好有歹。哦，咱头仔看着讲吼，即个若是即个青藏高原吼，伊的变化吼，对水资源来讲吼，哦，有好嘛有，伊是有加嘛有少。哦这青藏高原吼，对水资源的迄个关联足深足深的。哦，啊，过来就是看迄个生态部分，生态部分有好有歹，要搁基本上嘛是参青藏高原的迄个引导图甲冰河拢有迄个变化有真深的关联。啊，过来就是旅游啦，建筑啦，吼，啊，搁有一寡基础的迄个建设。哦啊，甲迄个文化服务这会方面，会看着讲吼，青藏高原对迄个产业吼，还是讲迄个建设吼，迄拢较有影响的对啊，因为拢是较悬的所在啊，讲开发吼，这真正迄嘛是定爱看天公伯迄个，嘛是定爱看天公伯迄个，目色的对啊。哦，啊，这张吼是即个1981年到即个2010年吼，活动站管道，啥物叫做高度吼？啥物叫做活动站？活动站吼，就是冻土啦、顶站它会受即个气温影响，土地冰吼，较热人诶吼，就会扬起诶土站，咱就号做活动站，因为伊会叮当，但伊毋是固定诶啊，伊到热人诶时阵会扬起啊。哦，即个土站咱就号做活动站，会发现讲吼，即差不多30年以来，伊活动站甲气温拢咧压悬，什么意思咧？即张图是咧讲吼，气温啊愈来愈悬诶时阵，即活动站诶土站就会愈来愈高。什么叫做愈来愈高？就是到热人诶时阵啊，会有足侪迄个土
冻土会扬起，这是无好诶现象。因为头拄则吼，我著有讲着，即个土吧，吼、下底有诚侪迄个温室气体，迄若扬起，迄温室气体拢走出来，迄走出来吼，迄个温室气体吼，迄个会愈带迄个空气会愈来愈济，迄会造成温室应效诶，就是会变愈来愈严重。安尼会安怎吼？再来就是爱讲到伊诶影响，冰河扬起吼，速度会变紧啦，这是上重要诶。温室气体吼愈来愈严重啊，冰河扬起速度会变紧，过来会影响到高原生态系。这头拄则迄个迄场一个迄个报告有讲到。再来就是冻土诶活动在变高，变高了后吼，土吧，迄个水分下底下底咧变少就对啊，会变少。食物吼全退化，有沙漠化诶问题。这沙漠化会造成啥物问题？后壁咱等下会讲。这沙漠化嘛是真严重诶问题。对台湾人嘛是有足深诶影响。毋是敢讲会做会落雨，会落落雪，会落迄个毋顺雨，毋是安尼，伊阁有沙漠化诶问题。迄个会风飞会，互咱台湾会安怎？会炸风飞刷过来。过来土吧，水土保持诶能力会变差，会影响到基础建设甲迄个住厝诶安全。这你若看迄个种族这做人拢足可怜诶啦，一直开发，一直开发，土地无去啊，变做共产党。即久嫌住一间厝就无感觉安全，是安怎诶？就是因为迄个冻土阁有迄个冰河，伊诶迄个地质条件无啥稳定。过来就是第一期来讲江河会安怎？伊诶水流量会增加，毋过伊就会较后做大水。毋过长期来看，久来这水流量会煞颠倒减少啦。伫咧江河水尾诶国家像啥物东南亚在迄个泰国啦、越南啦，迄个柬埔寨啦，阁有啥物迄个缅甸啦，泰国我头仔毋知有讲着，就是这国家啦，印度啦、孟加拉啦，巴基斯坦啦，这个国家拢会因为伊的水头出问题啊，住水尾，看国家就可怜啊，伊就会开始烦恼无水通好种植的问题。这个国家我头仔讲的拢是农业国家呢，农业国家人口加起来拢做几亿，差不多差不多20-30亿诶，迄个人口遮尔啊济呢。全世界占1/4的人口，拢是靠这青藏高原流落来江河，就是去维持伊的性命。那照我安尼讲，中国政府毋就是为着这个，为着要威胁别人，毋只会坚持一定爱霸掉这片迄个青藏高原。对无？这足恐怖诶代志，大家拢毋知影。新闻有咧报，佮报足少。课本甚至嫌教都无咧教。这我感觉就是你若是东南亚迄个新闻有加减咧关心诶啊，拢有咧烦恼即项问题，就是你青藏高原，你中国是水头呢，你中国遮尔亚败国家。去开发去迫害，受苦的拢是在水尾迄个国家，足可怜的。话讲倒来，就是讲，安怎是第一期会做大水，久来会无水通好用，是安怎会安尼？因为第一期来讲冰河扬起，
吼，冰会样做啥？会样做一般流的水，迄水的流量会变侪。样哥吼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流到尾啊，嫌冰就无啊，迄个无，迄冰青藏高原当然嘛无水通好，嘛无水通好流啊，无水通好流啊，迄个大家拢受苦，就是安尼。好，过来就是来看，后一张，后一张就是头拄啊，就是我有讲到吼，青藏高原哦，伊是真侪江河的水头哦，咱来看，有黄河，有长江，有湄公河，有沙温江，有伊拉瓦底江，吼，啊，搁有即个兴河、印度河、拽米亚白河，哦，一大堆河，哦。一拖拉机的河，你来看，拽河只要国20-30亿的人民，因咧建造，因若建造用水啦，吼，甚至是经济发展，拢需要靠拽的江河去维持。啊，中国足阿爸的青藏高原霸条田，迄水头拢互伊掌握。哦，你通好讲哦，20-30亿的性命拢交伫咧中国人的手头啊，这足恐怖。谢平方，嘿，咱即摆是，落去哈，咱讲现应该到一个部分啊啦哈。咱敢要你即摆好好敢要去几分钟啊哈？啊，看逐个好啊，人有啥物款问题哈？我即摆你可能会搁进入去另外一个部分嘛哈。我对好啊，其他国家的即个政治气候的影响哈。安尼，所以你还搁剩几张图？这张图啊，诶出无偌济啊，你会当去讲较详细淡薄仔，你即好啊，个资料有时啊是足深，我惊一般人对啦，要理就是解对啦，即摆就是啊，搁讲，看这张，嘿，对，因为我个讲就是讲要着这张图，就是靠迄个，互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江河的水头拢伫咧即只啊。啊，这片土地吼，就是现在有做尔啊济河、江河会位置就发出来，是安怎？迄就是靠冰河去流的啊，对啊，啊，伊较悬，啊，江河就是为较悬的所在流去较低的所在啊，较悬的所在，因为较悬，伊就会形成一个冰河，啊，冰河流落来，就是会形成咱看到的江河，嘿，你即个你讲对啊，迄个档图啦你讲英档图迄即摆迄个中国敢是有迄个做一条迄个铁路吼？伊迄个铁路是迄站是临时的档图，还是讲规则性的档图，还是讲永远袂用的档图？诶。即照讲是爱用迄引导图，你若用迄个临时的档图迄较会出问题，迄个无人敢做。伊迄个对，问题，伊迄个开发的问题，毋是伫咧铁基路，伊问题是乌控，乌图伊个乌控，伊内面有85%的迄个锂矿，这是手机啊，即久毋是有迄个锂电池倒伫迄内，对无？伊是嗯真重要的原料呢。中国即久有迄啥物？有华为的手机啊，有小米的手机啊，OPPO 的手机啊，拢伫遐靠即个电，拢伫遐靠即个原料来做电池呢。嗯嗯嗯对啊，伊这乌控乌甲一直开发，一直开发，迄若无造成生态金悬，啊，搁有气候的问题吼。这中国来对无？这无人敢信。，OK，安尼对啊，咱听众毋知即摆有啥物款迄个问题要问无嗯，我是讲咧，有人有问题无？后来迄个 Francis 介绍有问题，再先遐有问我看觅，好好好，我是有听过讲，迄个中国迄个做一个款铁基路吼，下骹伊是囥咧冻土诶做基础嘛，
即个藏头开嗯始伫扬啊，扬的时阵哦，伊个振动力吼一直增加，因讲一直嗯推测吼，推测到尾啊时阵啊，无法度坐人，因为坐落去时，哦，你就爱一直振动，一直振动，伊个敢若十几点钟啦吼，七八是啊，点钟就，你去到遐嗯时，你规个人都戆去啊啦。所以后盖伊嗯铁迄条迄个铁路后盖会变做载货通用尔啦，载人无载掉啦。毋知安尼，那这个情报毋知对毋对？这个吼，我对因的铁机路讲实在无啥物了解，要毋过伊若铁机路，我看吼，目前还无造成啥物款的灾害，目前还无。因为推论讲吼，伊起的迄个铁机路是伊的地质相对来讲较稳定，啊，要毋过吼，讲真实的，你较安怎稳定的迄个土地，迄嘛是有伊的迄个重量限制哦，伊通去承受的重量哦，迄个我相信因嘛拢有去做调查啦，若无，因若要开发哦，再原料再在向火车就变过来，对中国政府来讲嘛是了调钱。我感觉讲伊是因有调查啦，就是问题就是哦，毋是铁机咯，问题是伊伫咧挖矿，伊是足小贪的啦，为着要挖矿，一直伫咧迄个破坏因的地质，铁机路颠倒较无安怎，这是我的观察。多谢。是，我请教一下吼，迄哦，冻土吼，变做若小可温度较悬去扬去吼，伊迄个地质感袂怎啊变做较软去，还是讲怎啊变做是啊，安尼沙土化去安尼？是有可能啊。要毋过吼，伊主要是因为冰河扬起了后吼，伊有诚侪迄个伊会流啊较下骹的所在，流啊悬度较下骹的所在，就是做的人吼会碰到一个问题，迄个问题就是细也是反正放细较好听啊，放细较水费，放细。这对啦，就是迄个若住伫迄个较悬的所在，若是地质无啥稳定啊，伊反正中国政府也无咧放啥物警报，无放互迄大家做通知，迄放射迄死足侪人诶，嗯，对，这主要是这个。咱观众甲佫有啥物款问题？若无你要继续吼，要继续进前吼，我先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啦吼。我发觉讲你用讲台语讲啊不止啊水气啦吼，一寡即个气候即个名词吼，你迄是你翻的，还是讲恁老师咧教的时阵吼，就差不多有用即个台语名词，无呢，我拢改翻诶，你用家己翻的？因为教授咧教课拢讲外语啊。对啊，要毋过就是第一啦，王莹先摆吼，伊本身嘛是有食，伊嘛有翻译做侪迄落名，所以足水气摕来用嘛袂歹啊。再来就是第二，我有一个好家庭，家庭就是阮老爸、阮阿嬷会参我讲台湾话，我自细汉吼，就是互因带大汉，毋则会讲台湾话，吼佫加上就是有加减我看一寡白话字的文献。看一寡台文的迄个台文书，吼，就是有互我对即个专有名词吼，要安怎翻译较水个，我是较有去探讨的对啦，就是我是希望讲，对，而且吼，我迄个小挂号应号迄篇吼，我尾后有去投过迄个台文鉴赏，对，就是有去。因为迄满的主题叫做气候变迁，这个气候变迁我会想到，这毋就是我从我迄个小挂应号的这个主题，食哈啦，食肉啦，这想讲家投去看觅啦，真正有迄个入选，我感觉足欢喜，就是我是希望，就是我看一寡资料文献的时阵吼，我嘛会去想讲，这个词。
要安怎甲翻做台湾话，较水气，吼，大家较听有，较白话，吼，这是我个人的目标就是安尼，对对对，再先你毋知家己感觉坚持。安怎吼？我是咧感觉讲，因为我对即个伊即个主题吼，嘛算讲真外行啦吼，所以嘛第一遍听着讲这一个台语的新名词，伊佫小可解说一下，所以就感觉讲，安尼听起来是吼，要用即个咱台湾话吼来介绍即个气候的变迁者吼，有可能，啥问题？可能性真大，无说啥问题。平常我即摆住是住加拿大啦，阮遮算较寒所在吼。啊，为了你拄仔讲放雪啦吼，啊雪放落来吼，啊就影响到人身的安全吼。啊，所以讲我为了特别的单位吼去测量啦，讲危险安尼吼，即摆就要放啊安尼啦。啊，即摆放安怎？逐个拢伫外口等啊，等讲放完才要去啊。啊，伊会甲弄大炮啊，弄大炮吼。伊毋是甲弄细，伊弄迄个声音吼，声音震动的时吼，该放的就拢互伊放落来安尼。啊，清好势以后，则搁互人安尼通行过安尼啦，嘿啦。这是我伫北方生活的经验，甲你分享啦，安尼。嗯，好，安尼若观众无啥物对要听即个专有名词无啥物问题吼，咱就搁继续迄个讲落去吼。所以你会当迄个慢慢仔发挥，不要紧，你搁吼时间会当搁讲较慢淡薄，不要紧吼。来，好，请继续。好，多谢两分兄，就是我毋知咱讲头看着，这个西藏高原哦，对咱台湾影响遮尔大，我第一摆听着吼。因为咱较早拢是北极、南极嘛吼，毋知影讲伫咱个附近遮创一粒遮大诶关迄个冰山内面吼。对啊，这青藏高原哦，比起什么南北极，伊离台湾较晚呢。对，哦，对，而且伊对政治、对经济、对气候拢有真深的牵连。对啊，课本照讲爱教，这种歌就是可能课本的偏向较无台湾主体性的头壳啦。啊，个伊个季风吼，我是安尼想啦。台湾就是靠季风在生存啊，竟然季风甲西藏平原嘛有关系啦。对啊，一定有关系，因为这个所在吼，较悬山吼，伊迄个日光吼，去甲拍，伊的迄个伊这个会累积足侪迄个低波放射啦，吼，啊，佮加上吼，伊迄个降温吼，迄个热空气啦，降温，迄个降温安怎会放出热量。放出热量了后，迄个热量会直渗灌了后，关残吼，会累积足侪迄个较烧热的空气，较烧热的空气累积较侪烧化，伊会形成一个较大面积的高气压。这个高气压就是南亚高气压。这南亚高气压吼，你若去查气象署，也是讲迄个媒体吼，你若去查。哦，你若去查南亚高压，这4字就好啊。南亚高压，哦，你若去查，伊拢会讲到三季风，甲迄个黄霜雨。你若讲无这南亚高气压，无黄霜雨通好落啊，咱台湾就欠水啊。因为咱是有迄款迄个北回归线嘛，北回归线照你讲是沙漠个所在嘛吼，所以讲加在有这个黄霜啊雨甲这个季风来甲咱带了水起来，啊无咱就定是变做沙漠地区。这个是，大家靠迄个靠风太是无够的啦。咱台湾人要种植、要发展经济啥物的，总是嘛得爱靠遮个雨水。啊，咱即摆要风力发电吼，嘛是爱靠季风啦吼。是啊，对啊，这季风吼，照讲无啥物啦，看起来无啥物，要过对咱台湾的气候影响诚大。迄若无季风会发生啥物代志？迄足恐怖的，台湾会变做沙漠，这是真正。啊，即摆无季风吼，无季风，咱就无风力发电啦，啊，都无力量，你知？无力量以后，咱科技就无法度发展啦。是，要过伊上大的问题是啥物？伊若看伊边有一个叫做 subtropical high，
就是副热带高气压。这副热带高气压吼，伊经过每一个国家吼，拢差不多拢是沙漠，像蒙古、像阿拉伯、像埃及、迄个北非洲吼，啊，搁有墨西哥啦吼，啊，搁有迄个洛杉矶、旧金山这类所在。你若详细看，你会发现讲，副热带高气压经过的国家，差不多拢是沙漠，搁加一热所在，哦。无变做沙漠，这个所在就是东亚，啊，搁有东南亚。是安怎无变做沙漠？就是靠季风。迄若无季风，互伊雨水，伊真正会变做沙漠。这是真正的。你若讲青藏高原对咱台湾、对东亚、对东南亚的雨水的贡献是真大、真深的。这就是是安怎我会讲青藏高原对台湾人来讲一定得特别加了解者。若无这个青藏高原，咱台湾就是一片沙漠。是啊，多谢啊，不然去请你个继续落去哈。好啊，好啊，当然。哎，这就是大家拢知影吼，就是做水头做江河啦吼，就是拢为迄个青藏高原来，为青藏高原来，一旦流出来吼，迄是通好维持20-30亿人的性命，差不多占全世界差不多1/4以上的人口，这是一个真惊人的数字啦，这毋是好笑，这是真正的过来就是影响20亿人这篇报道，你看伊就写怎？35年了后，这篇报道是2015年的报道。你若写35年了后，就是差不多也迄个2050年了后青藏高原2/3的冰河都会无去啊啦。伊就是安尼写的。而且伊阁有写安怎你知无？伊阁有写讲吼，这30年来，青藏高原平均气温已经升悬2度安尼。这恐怖的呢！这速度吼，升悬温度这个速度非常紧，对。要搁伊煞找无一个有效的办法，通好控制。中国政府就是安尼啊，有材料开发，无材料甲控制，结果就是互家己的人民，边仔国家的人民拢受着灾难。过来就是BBC 的报道嘛有写着讲水资源会成做21世纪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会影响到21世纪的迄个政治而且这个水资源这个因为拢着中国霸条的这东南亚国家拢无要听中国的，然后中国反正继续转上去，伊就无，伊就到时若起笑就毋知啊。大家都毋敢得势。过来就是嘛有写着讲水头要开始咧生钱伊若即个青藏高原伊内迄个土地啦也是讲冰河啦拢有大量的水分即个若互中国安尼开发了后啦过来迄个漏水量拢变少啦迄亚洲有迄个遐尔济迄个大条功劳，全即个中国霸条咧大家拢会就是会烦恼讲那安尼大家就烦恼讲煞要安怎过日子啦凡世会做成啥物水资源战争啦，是啊，气候变迁主要因为中国一直讲家啥物，家是开发中国家啦，开发中国家就代表啥物？联合国通好无甲限制讲你二氧化碳，也是讲啥物边仔排迄个温室气体，通好就控制免亲像已经开发的国家遐尔有
法令有迄个限制就对啊。伊基本上就是要安怎开发，伊就安怎开发。迄就是大家就会感觉讲头壳足疼就对啦。过来就是嘿，即个有写吼，印度的科学家，即个是迄个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吼，伊有一个官方网站，啊，即个官方网站吼，有迄个有转一篇报道，写讲印度科学家吼，伊的研究，讲即个青藏高原冰河引起，会有一寡有害物质放出来，会影响到迄个水尾地，迄个国家的地区，所在地区，影响足深的啦，拢足严重、足食力的，这叫做全活碳化合物，这会影响到印度。印度有偌济啦？就差不多13亿，差不多啦，13亿差不多啦。所以吼，印度人咧讲的啥物布啦、马普、迪拉河，啊，搁有迄个印度河、甲恒河，这三条对印度人来讲是真重要的江河。伊的水头拢是青藏高原啦。印度科学家毋才会定定咧甲提醒大家，警告大家，迄就是若是即个水资源就是若有威胁咱所在国家迄个科学家嘛拢开始咧烦恼。啊，这个过来就是头拄仔我有讲到，就是85%的即个手机迄个电池的即个原料做锂，这锂矿一直伊会一直开发，开发了后。在迄个对生态啦、对居住权啦、对气候的伤害，拢足深的。好，那安尼青藏高原参咱台湾有啥物牵连？我头拄有讲到季风对无？啊，搁有一个物件，就是我有讲到沙漠化。沙漠化是啥物？沙漠化就是会变做全重要的风杯甩的源头，因为生态互破坏去啊，无是无通好维持水土保持。迄是啥物意思？迄就表示讲迄风杯霜若飞过来，迄就无是要通好炸，啊无通好炸，伊会影响到真侪国家。你就东南亚洲的国家就免讲啊，过来影响到台湾。空气自然变歹就对啊啦，特别是寒人的时阵，这毋则讲咱台湾真正加关心即个所在，会互中国政府毋知变做黑白变啊！受苦的毋是干那迄个种族过来就是差不多安尼啦就是我基本上准备真侪资料，就是希望大家通好对即个青藏高原即片土地有更较深的了解若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来举手提出问题安尼。好，多谢。明峰真感谢你哈！你即个报告实在是真精彩啦哈！毋知咱在座有要含迄个明峰来安尼开讲啦对谈啦我感觉伊今年才24岁呢咱拢足烦恼讲台湾的迄个少年囡仔袂晓讲台语，结果佫比咱这老人佫讲佫较顺，佫讲较好伊即种题目要讲毋是讲咱平常时安尼咧开讲的语言伊是算说讲咧小可有咧学术报告的即种的即种的语言伊会当讲得真好。我老实讲，我足紧张的。是，所以我是讲，你会当佫讲较慢淡薄所以小可歇一下，想讲会当互你安尼讲较慢淡薄，讲较清楚个安尼。是啊，用个啊。来，迄个郑先生，我想你有足侪问题想要你。我有熟悉你的先辈王雄啦王雄伊一个台语家庭啦伊迄个是啊，伊的囡仔拢讲台语啦足聪明的囡仔。
常常拢个出去外口，人讲哇，你好厉害，你好厉害！哎呀，听人家讲你好厉害哦，伊就真神啦，伊就真神。我就讲爸母的话，他讲我好厉害，这是自然啦，自然我环境就是安尼大汉，我是讲即款语言大汉的，结果讲家己的语言哦，出去外口人讲你好厉害，你好厉害。伊对这吼，对这个台语文吼，真用心啦吼，真用心，你就知嘛吼。你有交到这个朋友哦，是你的福气啦，有影是真好，有影有一个敢若朋友，佮敢若老师安尼吼，迄是真幸福的代志啦吼。你后盖嘛爱甲伊共款啦。好啦，哎，伊即句功夫比我较厉害呢。伊即摆是住喺旧金山嘛吼，住喺旧金山。个博士毕业呢。你是网络熟悉的，吼，恁感觉迄个苏阿见过面？无呢。恁会使，你有机会就来遮来美国找伊啊，甲伊开讲者。好啊，若有机会啦。你即摆就是要个，但是伫 UC 头路安尼啊，即个草牛了，即个草牛草啊，再要过去读研究所安尼啦。你真好，真侪吼，真侪美国北美洲的人哦，拢是阮高中毕业以后去食这头路吼，3、5年以后吼，有的人是排只卡网吼，怎啊去阮迄个去因的发源地吼，就是澳洲啊，自助旅行1个月、2个月安尼吼，转来改变伊的人生，所以讲伊伫高中读的遐物件吼。甲伊要去读大学啊，完全无共款。伊就经过几落年哦，确定讲伊人生的志向伫倒位安尼。所以你即马即个先食这头路吼，看世间事吼，了解一寡款迄个世间发生的代志，像你讲大气电的变化啥只吼，以后你要搁读这个时哦。会更较深入啦，有影，更较会体会着讲即个学问的重要性。是，在时遐咧讲这实在是真重要吼，对少年人种真好诶鼓励吼。我是真想要知影啦吼，你拄则你有讲着讲影响你诶有2位老师嘛吼。一位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吼，伊咧上课时阵，伊就会炸一个迄个白字圣经吼，去互逐个看吼。我足好奇就是讲，你迄阵你小学的时阵吼，恁敢有迄个读着台语课吼？伊咧分迄个圣经的时阵，你敢看有？无啦，迄是高中历史老师。历史老师。国校啊。对，高中的时阵，我是讲小学的时阵，你敢有学过遮个迄个罗马拼音？无呢，中间无呢。迄阵是迄个呢，2008啊，2009哦，迄阵是迄个拼音的迄个问题搁咧解，就是有一寡出版社啊吼。有会用通用，有会用教育部台落，嘛有会用白话字，这三条咧三点。迄阵就是差不多有一个结果啊，佮出版社佮诚乱。而且我是刚刚到国校啊，6年头了后就无台语课。对啊。听讲吼，即久的迄个囡仔人吼，即个初中了后拢有迄个台语课通好上，我感觉足新鲜呢。所以讲恁迄阵啊，吼，恁的除了你吼，恁的学生吼，对这位历史老师安尼反应虾米款？我看着做迄个圣经的时候，我感觉讲，哇，那反而厉害。我是感觉讲足厉害，是讲即个传教士为着要传福音哦，伊煞
去迄个咱台湾人的话语，我感觉而且佮创一个迄个罗马字，互大家去读、去使用、去书写。这我感觉讲啊，这是这就是汉字以外吼，有迄个无共一个战术，就是讲，因为较早的汉字啦吼，就是拢较白话拢写较少，大部分拢写汉文，汉文足深的啊。汉文，你若叫即几个囡仔人去读汉文，伊嘛绝对咧画苦，甚至有诚侪囡仔人吼，佮有一寡老师吼，咧建议讲吼，爱甲一寡迄个汉文的迄个课文吼，减半吼，上无就是模互迄个囡仔人一直咧读迄个足侪汉文的，会对因来讲，迄个少，迄头壳会疼就对啦。即几个囡仔人吼，就安尼啊，佮较免讲迄个清朝末期的时阵，吼，诚侪人毋捌字，就准拄煞，佮无大进，而且吼，佮诚侪人无受着迄个正式的教育。捌字的人敢若捌汉字的人敢若啥物人？啥物人？医生、律师，迄阵好做读书啊，哦，佮有官员、商人。佮有迄个传教士以外，佮有学者，加做诶人看有啦。大部分90%以上诶台湾人拢看无汉字，这啥是有影？遐有一套白话字，通好用吼，这免偌久就直接就会晓写、会晓用、会晓读啦。我感觉，我感觉，你敢有教会，恁厝敢有教会背景？无呢，用过阮老母吼，伊是迄个，伊嫁咱台湾正式，伊是迄个呢，伊是伊本来就是基督徒来咱台湾了后，伊来头一间迄个教会就是迄个长乐教会。即久毋是咧，即久伊毋是去长乐教会，伊是基督徒，用过伊无咧读白话字，伊本身嘛毋是讲台湾话。对。咱台湾因为阮兜吼读白话字的人吼，敢若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读有，别人是读无的。你学习的过程，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学习的过程，当开始的时阵，就是会好现讲是安怎迄个，比如讲我甲阮，我字怪调符现在变咧。迄个所在变来变去，一个标 O， 一个标 A， 我想讲，这尾也是有人甲我讲吼，这是基本上就是好看为主。过来就是白话字，就是我感觉讲吼，伊互我吼对个，伊互我对个，我通好去说服别人，像做爱学罗马字的原因啦，就是。譬如讲我即字，大家会晓讲无？基本上少年人我无写甲我讲即字我呢，因为遮侪少年人会讲哇，我想奇怪是安怎伊的语音会无去？迄若有学过迄个罗马字的人，伊正知影讲即个字有无？我伊声母就有一个一个字爱伊若有学，你就知影讲吼。准若讲你若袂晓迄个台湾话是尾才翘起来，袂要紧啊。你上无爱知影讲吼，罗马字对台湾话迄个要安怎讲较大啲啊？迄就是迄就是嘛需要靠罗马字。过来就是通好去了解讲吼，原来咱台湾话有迄个有7个调啦，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拢7个调，就是通好去分享讲，原来这个调嘛变调这个过程，我感觉足趣味的，对无？就是我感觉讲，就是愈学你会感觉愈来迄个，就是愈来愈发现诚侪物件啦，欠这个科普的文献，就应该用白话字来写。我感觉讲，台湾话写做文字已经足厉害啊！煞通好写科普的文献，我讲就厉害啊！台湾你
迄个基本上吼，在毋捌汉字的台湾人来，迄个无用一寡时间读我的白话字文献，照讲免2、3工啊，所以科普的文献基本上都读有啊。哦，是所以你啊，嘛无特别去上课就对啦哈。有啊，你我家学呢。你即摆你已经考过迄个4万的台语检定哈，你是考对一个检定考试，是升台还是私台？啊，苏丹哪有？私台苏丹敢是嘛有一个检定考试？无啊，你敢苏丹我毋知会报的啦？你若讲全面台语认证，我有啊，4万啊，哦，你4万，哦，无对啊，简单哦。无啦，咱无简单。诶，迄个我请教你的一个问题哈，你是讲你有迄个一个海口腔嘛哈？是啊，白话字的文献大部分是写甲用北部腔为主啦哈。下问啊，音啊，你咧学习的时阵，你敢有拄着啥物款困难？困难哦。啊，是讲你咧写诶，的时阵，你是照文献的字落去写，写法落去写，还是讲你照你的腔口落去写？照腔，我照腔口，你照腔口落去写？对啊，你足明显的啊。那评论讲吼，迄个啥，迄个迄个伫咧倒一日内，照讲是地，这我知影啊，要跟我本身是讲地啊。这啊，照讲是安尼，就是讲吼，因为下问音即个物件，就是我感觉因为诚侪人讲白话字是一套文字，这我承认无毋对。但毋过问题是，我感觉若有无共拼法也袂要紧，嗯，就是因为你譬如讲 yogurt 读英文，伊读无共所在嘛有无共的拼法。这我是感觉讲吼，咱通好接受无共款的，因为腔口的问题有无共款的拼法，迄也袂要紧，迄也袂影响到白话字伊本身伊文字的地位，这无影响到。对，啊，过来就是我感觉讲吼，迄个下问音即个物件吼，你要安怎查，这嘛诚趣味。基本上有2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去查甘字典，甘威林迄本下问音是字典，啊是字典安尼。啊，第二本就是迄个小川上义伊有出一本叫做《第二大词典》，啊，《第二大词典》吼，伊主音头一定是下问音，哦。伊的迄个，伊若写迄个别字的腔口，哦，伊拢会甲迄个飘伫咧，譬如讲，迄个一个字牌写全啊，写江，写东碗的东，哦，伊拢有会飘，啊，个基本上伊设定的主音主腔口是下问音，这就是基本上就是，若是看无还是安怎，会用个去去查，查讲哦，这字哦。在阮兜腔口是安尼讲的，对啊，就是会有困难无毋对，用过我感觉讲吼，加捌一寡腔口的物件，是真好的代志，因为我嘛是到尾啊才发现讲，我根本就毋是讲有细腔，我若做别人拢讲倒字字啊，啊，结果我到外部头才知影讲，大家拢讲倒位，伫咧倒位，甲比如讲吼，囥伫倒位，哦，阮兜是讲徛带倒字字啊。这就无共款啊，这对啊，这加减啊，捌一寡第二判，啊，讲诚实的嘛，熟悉无共款的腔口也袂歹啊，对，就是无共款的腔口，无共款的词类、声韵，我感觉哦，对咱学白话字是会影响是有好无歹，啥物有好无歹，因为吼，咱通好吸收着遮尔啊侪多元的迄个物件。互白话字的迄个可能性，通好较会起个可能性变搁较大。我感觉吼，这对咱白话字要行落来较顺。我想法是安尼啦，是。我感觉民风吼，伊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啦吼，能够对啊，接受不同的阮迄个物件，所以对你的人生也帮助诚大。啊，迄个是啊，一个人吼，拢坚持讲我国独一无二啦，你若就是就摆脱外来吼，啊，像你学一个才艺对无？啊，佫遐尼深，佫入去深度学习，
安尼这是一种自善嘛吼。你后嗯盖你要搁读气象，要搁读这个大公主气的这个物件吼，这对你后盖要接受新的物件嘛有真大帮助嘛吼。所以是啊，拢讲什么华语为尊哦，我感觉这足毋好，甲台语对啊，排斥吼，这是足嗯拍死的一个代志嘛。你别讲嗯，你足短时间，你就法度甲台语学起来，对吧？当然是家庭的因素重要，毋过你真紧就学起来，加一个能力嘛吼，加一个差不多学问的一个工具嘛，这是你是一个。我感觉真欣赏你有法度，我少年像你安尼，心胸开放哦。我即摆都读做无，文献，即摆都你读做文，我本身读做文献有一个好处是啥物？呃因为阮兜是阮兜迄个阮老爸、阮阿嬷拢种做诶啊，因着较袂晓一寡迄个科普诶物件。你讲诚实诶，你若讲着科学诶物件吼，你若无读出来迄个文献，讲诚实诶，真正你若要叫我讲啥物迄个热冲效应哦，做台湾话讲着袂，你若问我，我绝对袂晓讲。对啊，你就是爱靠一寡文献，共我去吸收你的迄、个，我的迄个思路的量，吼、啊，对文化、对故事的敏感度，我感觉做迄个通好吸收起来，就是后满若要翻译做迄个思路的时阵，吼、嘛通好有一个一个语感通好去做参考。对，但是毋免烦恼讲新的物件，迄个老岁仔人听无，因为语言一定是我的啊，对无？亲像有啥物，诚侪老岁仔吼，无听过啥物叫做过敏啊？你若过敏用个，对咱台湾人来讲，即句因为迄个现代化了后吼，有诚侪迄个空气，迄个环境有诚侪迄个污染源，有诚侪迄个过敏源，吼，啊，逐家拢会得着即个拢会得着一款迄个过敏的毛病啊，对无？准讲老岁仔人，吼，袂晓即个事，吼，讲诚实诶也袂要紧。啊，若较少年运诶，迄我感觉讲，定爱学即个事，啊，学即个事，互大家知影讲，哦，过敏就是有过敏源，哦，入面到个气管啦，还是有一寡发炎的作用，哦，会有一寡迄个较排斥的迄个作用安尼。我感觉这是对咱台湾话来讲，哦，较需要关心的就是爱互伊维持的性命，爱维持吼，互伊的迄个少年人来讲，吼，足有趣味的啦，吼，足有迄个文明的啊，就是安尼啊。我讲诚实的，台湾话是安怎少年人无爱学，诚简单，文明。咱台湾我感觉足趣味的哦。你若对迄个台湾人有一寡吼无好无好的印象吼，啥物叫做无好的印象？伊对台湾人来讲，因会讲哦，这拢拜神啦，封建迷信啦，吼哦，啊若对客人吼，因的印象是啥物？哎呀，这人足当生的啦，哦，足强的啦。啊，对原住民来讲，哦，生活足原始、足原始的啦，有无？就是拢有一寡迄个无好的印象，跩无好的印象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啥物？无下现代文明。因感觉讲跩迄个文化拢是无下现代文明的，对无？少年人的头壳就是较爱追求现代文明。啥物叫做现代文明？就是紧、科学、现代，哦哦，啊，搁上重要的，学跩物件通个趁搁较侪钱。即个现代文明就是安尼啊，咱得爱想办法，互台湾话，互迄个，互伊搁较侪迄个现代文明的迄个条件，啊，搁有元素，吼，安尼咱台湾话才有机会通个活起来，互少年辈知影讲台湾话嘛是通个行现代文明这条路，嗯，是，我明和你咧讲即点吼，讲到重点啦。虽然我捌的有限吼，毋过我感觉即摆足侪即个咧教囡仔的课本吼，基本上迄个是老人按老人的想法、老人的文明咧教足侪拢足强调讲，从古早时代
啊，对讲较现代科技吼，即个现代性的即个思想吼，咱台语即块有较欠缺啦吼。所以是我会记得，差不多20-30当前的时阵，一个张学谦教授，啊，伊拄则接受着台文通信，伊即阵也未来美国读册，啊，伊有写批来，啊，伊迄个写批中间，伊讲着伊看台文通信的感想，伊就想有2点，一点就是现代性，啊，一点就是前瞻性，吼，所以，在即个台文通信拄啊创刊迄当时，吼，我是足侪文章，有一寡讲一寡较过去较老的，吼，即种物件，啊，毋过足侪是，是较现代性的。我会记得，还佫有一个专栏，吼，较早应该是单雷写的，啊，伊是去甲遮科普遮个啥物，中文叫做3000个为什么，吼，即种的。主要拢咧讲科学嘅物件，啊，甲伊写做台文，所以我真系感谢即个明峰今仔即个分享，啊，互我对即摆台湾嘅少年人有较了解啦吼。啊，所以我要爱问讲，像你即种嘅少年人伫台湾啦吼，你嘅朋友伴内面吼，到底是有偌济吼？恁安尼拢是大部分拢是伫网络安尼熟悉吼，还是讲敢有讲实体即个伫咧交陪吼，日常生活敢有机会通见面安尼？讲起来，讲了有影，真正基本上拢是住喺线顶熟识。要毋过吼，住线顶熟识，因为做诶朋友吼，就即个像我共款拢住伫咧北部，就是若有机会吼，就是通好三招吼，去迄个啥物餐厅啦，吼，还是讲去啥物活动啦，吼，去参观啦，去食物件啦，啊，甚至佫会三招去卡拉 OK 唱歌，即种通好培养感情。做迄个拢共演诶啦，拢算共演诶。有当时啊，就是想法吼，价值观会较会较晚，哦，就是毋是干讲哦，对台湾主体性吼有认同啊尔。上重要就是因为少年人诶价值观会徛伫倒，会徛伫倒一点，会徛到迄个电视娱乐。吼，还是讲吼，最近有啥物网络，有啥物穿起来物件吼，大家就真有兴趣，大家来讨论啦，吼。佫有就是有当时我嘛会去研究一寡迄个历史报道，就是讲，这项物件是当啥物时阵上较早出现，吼。就是我感觉讲哦，探讨历史这方面吼，嘛是真侪迄个，就是会通好，这嘛是一个话题，就是吼迄个。真侪朋友啦，吼，就是大家听讲，哦，这就是无想到讲这项物件有遐尔啊侪学问，对无？对啊，像我迄个进前我看着一个真趣味诶啦。恁知影真理大学无？对，真理大学对无？伊住啥物街？伫咧真理街对无？我刚刚开始诶时阵，佫掠出讲真理街，吼，因为真理街，吼，因为有真理大学才有真理街，结果我发现根本毋是，是先有真理街才有真理大学。哦，对，我感觉对，而且真理街这个名是啥物时阵就有啊？哦，我去《现联合报》，伊上早的报道，1950年第一刚出刊的时阵就有啊。这个表示啥？这个表示讲，国民党政府来无偌久。早就有真理街这个名，这对啊，是上好的，毋知影。要毋过，我迄阵才知影讲，原来真理大学较晚出现，真理街较早。我两个掠做讲是因为真理街是因为真理大学才好的，毋是。但是足趣味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是真理大学台文系。伊有去学迄个真理大学历史，伊讲说原来真理大学嘛有足侪迄个物件通好开讲诶。我嘛会分享讲，就是阮学校诶迄一寡历史，佫有一寡地理地性，
阮迄只吼，就是草山啦，有一只吼，我所在叫做山后。这山后大家阮一个文化的文化学生啊，拢知影山后是安怎？因为吼，迄若坐红路，还是2600，还是讲303，做公车，你坐啊草山去，你会发现讲草山吼，迄个公车的站牌，拢是写迄个在地地号名，什物名鼎啦，永福啦，新安啦，佫有山后啦，山猪湖啦，青学啦，还是讲公馆地啦，平顶里，跩迄落拢是在地地号名呢。讲啥是咧？迄个嫌迄个，因为安尼吼，足侪文化学生拢知影讲阳明山有啥物款的在地地号名。嘛，因为安尼吼，文化大学的学生啊，拢对草山这粒山有真深的认同感，有真深的认同感就是尾啊，这个这个教授对佫有学生啊对这粒山有感情，就创一个物件叫做阳明山学，这阳明山学你若去查迄个读新闻，还是讲图书馆拢有写，拢有收，而且我去查迄个阮学校的图书馆，我想讲，奈遐尔济台湾的文献，我真奇怪，你以后在中国文化大学，结果我去查台湾的文献，哇，白话字的文献足济，我是讲奈会安尼啊？用个就是加载啦，有读到一间迄个图书馆台湾文献，佫贵遐济迄个学校啦，即个就是校友无毋对，要毋过就是平常时若有闲去草山嘛是通好去借一寡物件，嘛通好用因诶研究诶资料库，通好去现代语文诶物件，这我感觉吼，嘛是袂歹呢，你讲啥是？阳明山校嘛是吼，足侪迄个学生啊知影讲阳明山在佫有草山伊号做草山，就是伊诶迄个基本诶迄个在地特色。我感觉这对咱少年人来讲足重要，就是少年人即句就是毋知影在地煞认同啥物有诶无诶物仔吧，对台湾就是无啥物关系，无啥物要紧，我感觉这足害诶，就是上无吼爱关心你，就是学校即片土地，对，就是我是安尼想诶啦。伊背后足侪故事通去分享啊，所以物件吼，我有当时嘛会通台语班诶朋友吼去分享，因拢会感觉讲足趣味诶啦。台语班诶朋友，参我有话题，安尼感情就会愈来愈好，愈来愈好了后吼，就是我会希望讲就是这个热情吼，通好去感染着足侪人，我身躯边诶啦，就是希望讲就是愈来愈侪台语班诶，就是通好当地来交流，同时来开讲吼，开讲诶内容吼，为台语诶文献吼，为迄个在地认同，佫有现代科技、现代文明，佫有啥物迄个最近诶新闻报道吼，然后通到大家拢来讨论看觅，就是安尼，就这样。再是这样，哎，毋知你感觉啥物款吼？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韩明峰吼，伊是算差要50几岁人呢。我想伊差超过50岁呢，所以我是感觉甘拜下风，甘拜下风。甲伊学习足济啦，甲伊学习足济。所以除了讲咱讲即个本地是咧讲即个气候嘛，毋过伊到尾即讲出来，咱讲到即个台湾即摆现在的即个社会的现场啦，我佫有想到一个问题，拄则听着明峰咧讲你讲即摆颠倒伫台北，而且关心即个台湾的朋友比南部的更较济，所以咱即一般的印象会想讲，离南部应该是台语还阁保存较好台北是较歹，是安怎较会颠倒伫台北的青年、少年人，煞对关心即个台语问题？
无啦，无啦，这就是无影，因为所有这就是人拢是历史的规，嗯，无啦，这因为历史所有人的根本就是台北卡人。架啦吼，就是伫倒啥灭亡，对倒位佫复兴起来啦吼。这真侪故事拢是安尼。迄个台语的消息是对台北地区开始无去嘛，因为大家要甲国民党吼交陪啦，要看摕到什么好工头安尼吼，感觉讲华语吼较要紧安尼。嗯，啊，即摆知识分子的觉醒讲，像明王安尼，即摆才发现讲啊，但无去要安怎对无？祖先留落来的财产，哪会叫无去安尼？因就开始起来反省啊啦，就开始推动安尼，啊，这推动的力吼，比阮迄个南部会搁较大啦，因为知识分子的觉醒啊，伊知影是危机感吼。即摆起来，较早伫阮英国哦，英国人较早嘛拢讲法国话啊，啊，伊就讲法国话哦，法国样子较强啊，法国话较有好空头啊，啊，就歹讲英文啊。啊，这我是消灭到200几年以后先啦，呀呀，但是还佫有伫诶，还佫有伫诶，美洲嘛是共款，知识分子觉醒伊讲袂使，吼，当然启明运动嘛有影响啦，咱一定爱甲英语就救倒转来。所以就一直吹三嘛是无偌济人啦吼，少年家像边讲安尼，最识英语安尼，要手英语会活起来。啊，大家讲咱的英语，变成英语变成世界哦通用的语言，你知道？所以这点像讲咱老解咱这个台语哦，变成东南亚通用的语言，你知道？有可能啦，有可能。这点我迄个赞成遐吼，有想法小可共款类似啦吼。我会安尼甲解说吼，啊，较顶下来请教明我讲，安尼阮安尼想是毋是想过头理想化？我是感觉讲，即个一个趋势啦吼。咱咧看即个物件是看即个趋势上要紧啦吼。啊，是讲按台北开始，台北是流行文化的起源地啦吼。对台湾来讲，实在是台北是流行文化的起源地。啊，所以如果较新的即个思想的发展吼，啊，按台语伫讲即个台语运动伫少年辈遮，啊，有较侪人吼，要检查这嘛是一种吼，一种好现象啦。当然，我安尼想毋知想过头理想化去袂，因为即马高雄遐嘛有一群诚大阵啦吼，因遐个打到开讲社有诚大阵啦吼。啊，伫台北遐，若照我所知的是迄个台五路遐吼，东直线遐吼，啊因嘛足活动，因咧毋是干那伫台北吼，因个安尼台湾全国吼走透透吼，啊乌马嘛介生嘛是伫台北啊吼，吼，迄个小可点嘛拢伫台北啊吼，所以这毋知要哪解说即个社会现象，我是感觉这是一个诚趣味的一个议题吼。啊，明芳毋知阮安尼想会想过头理想化袂？我先讲吼，我熟悉在朋友真侪拢是中部还是南部去台北读书的了，伊拉人对对，毋是真正的台北人，对，啊，但是对啊，对，迄是因为在台北读书。对到煞这熟悉，就是想讲个大家三酒食饭唱卡拉 OK 安尼。我就是平常时吼，私底下拢是用迄个台文，就是参大家开讲安尼。对，因为这是必然的嘛，因为变做讲一个新文化的产生吼，拢是各所在来，像美国伊会当较进步，因为是各移民一直搬入来嘛吼，啊，所以像讲厦门，吼，现在厦门话伊会当变做讲主流，伊是厦门是较新兴的都市嘛，所以大家会挖来吼。所以是，毋是讲你出生伫倒一搭就是遐，我是讲，当咧发生的地的所在，即摆是遐的人住伫台北市吼，即种的情形，较毋是讲看你是按倒一搭来的。因啊，其实是为台北即摆台北的人口，我想来在地人反正无啥成。若讲伊阿公阿嬷是迄个台北人
你敢有三成？这是兄你敢有了解？嘿嘛真少啦，你若看过年嘿，就知影，过年台北市就拢无人啊。呀，而且在地台北人，我感觉讲因台语保持还佫袂歹。就是讲一寡较早中南部吼，徙去台北，在台北关遮，因为伊想讲要去台北耍一寡好康诶，经一寡像你拄则讲诶安尼嘛吼，要去趁食嘛吼，所以伊就是想讲，爱赶紧向即个权力中心，即个华语诶霸权诶中心挖，即摆即个霸权慢慢可能大家开始犹豫啊，可能袂帮啦吼，但是开始犹豫，感觉讲，咱若拢是维持即个法语霸权的时阵，咱家己的文化要安怎？开始有即种的觉醒起来，所以来用安尼来甲解说检测吼，毋知会通啊袂？是啊，就是我感觉讲吼，就是要互少年人吼对台语还是台文吼有更较深的认同感。我感觉就是头拄来我讲的，就是爱互因了解讲台语文吼嘛通好行即个现代文明即条路，即嘛足重要。过来就是吼，大家我感觉一个重点，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诚侪人吼，台语运动者会安怎？就是会有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用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伫大家的眼前，伫这社会眼前，我感觉这毋是真好的，就是讲方式。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感觉讲受害者是无毋对啊，也毋过人是虾米款的动物，就是太强的，挖强的人。对无？我感觉讲吼，毋是行做一个，我感觉讲咱的形象毋是爱行做一个较迄个较弱的迄个受害者的身份。我感觉吼，咱台湾话嘛是应该更较强，用佮即个强，毋是压迫，毋是讲吼去共欺负，毋是即个强。我希望台湾话的强是强伫啥物所在？伫咧流行文化，伫咧拍戏啦，网络开始唱的影片啦，还是讲一寡迄个看板啦，一寡美学啦，就是有一寡迄个城市伊迄个看板还是讲有一寡人的迄个衫内面有台文。我感觉讲爱互即个风调通个穿起来、流行起来，大家知影讲，台湾话是强的，伊即个强通个吹杀较诚侪人的迄个头壳内，就是伊感觉讲，这项物件人通好普及，因会感觉讲，这若爱缀会着时行啦，缀袂着迄个落去啊。这就是爱有迄个强的意识，就是讲现代文明追求的既然是强，毋是弱。那安尼有可能爱互咱大家都爱想一个办法，就是爱互台湾话看起来较强。我的想法是安尼。嘿嘿，你这点的讲法真趣味吼。其实我拄则嘛要问一个问题，你是云林人嘛吼？是。咱顶礼拜嘛有2个云林人来，搁一个发现问的嘛是两个云林人，一个共同点我感觉讲，我捌的云林人其实足少啦毋过我所捌的云林人因大部分因拢足强，自尊心足强啦，足敢表现家己，这是毋是讲海口人的一个特色？这实在是咱介绍阮台南人爱甲学习的。台南是贵族爱学习啦。你讲要搁说来，我要问讲，顶礼拜你敢有来听？顶礼拜我迄阵无歹势。我咧讲的是迄个教授
台湾教师协会副会长陈国苗，哈，啊，搁一个师大的一个美术系的教授哈，叫做陈庆坤，啊，因两个拢是云林人，啊，我感觉讲哦，因咧讲的即个台湾主体性吼，伊拢袂含你说哩，哈哈，伊拢袂含你说哩，啊，咱这伤过头安尼，我拢啊，歹势吼，所以云林人，我感觉讲哦，即点的即气魄吼，真值得我来学习啊。用死，这真是，伊就其实是咱即摆嘿推广台语，我会感觉问题就是讲，咱即摆咧推广台语吼，拢伫精神面的遮吼，论述还佫无够，啊，大部分还佫牵涉伫迄个技术面，啊，实在是上心理单纯诶上重要是讲，要有自尊心啦，哈，有自信，有信心，自信心和自尊心，哈，两项拢爱，哈，就是讲，咱别讲啊。咱咧讲话中间，咱就有一个中国人来啊，伊听无，吼，啊，咱就放弃家己的语言，去用别人的语言。啊，若安尼，咱台湾人一定死啊！是一定死啦。所以另外有迄个讲，阮遮多数啊，阮遮人总是爱用台语来讲啊。啊，你袂晓，你慢慢啊讲，我甲你翻译，啊，你也是讲你慢慢啊听，啊，你总是有一天你就会晓啊。是啊。我感觉就是着爱有自信。我感觉吼，推广者爱有一个，普及者爱有一个自信，就是爱有一个一粒迄个自信的精神哦。爱有自信，对无？啊，你逐家人对你咧迄个对你咧讲台湾话，嘛是变啊愈来愈有自信啊，对无？我感觉就是安尼，爱互人知影讲吼，咱台湾话吼，啊，佫有活力，吼，啊，佫有迄个灵魂，吼，啊，有老的灵魂，嘛有新的灵魂，这才是一个我爱一个语言的好的生态环境。是。好，今仔日实在是咱时间嘛剩无济啦，哈。啊，其他还未发言的人，有想要发言吼，拢免说字吼。咱其他人无济，所以恁麦克拍开就直接会当来参与即个讨论安尼。好，咱差不多，嘿，过10分钟会使啦，哈。迄个明峰，你敢会想啊？好啊，好啊，拢会用啊，讲较久啦，袂要紧。明峰，你拄啊讲你的老母是伫倒位？我听无讲诚清楚。这讲起来了，讲起来会头疼。因为阮老母是为你知影妈祖的对面是福州呢。阮老母是为遐阵嫁来咱台湾的。啊，我的母语照讲是台湾话，台湾话是我的白语。啊，阮老母是迄个福州的。讲妈祖话，妈祖话才是我的母语啊，对吧？对啊，这真精彩。哦，啊，你先有多元文化啦，有多元文化。对啊，啊，要毋过吼，阮自从阮老母吼嫁来台湾了后吼，开始咧就是刚接触台湾的文化，伊会感觉吼，就是较无惯势，因为讲成是中国参台湾。迄个无论卫生啦，还是价值观啦，拢差诚济。要毋过伊豆豆啊，迄个了解讲啥物叫做民主啦。伊即句嘛是感觉讲吼，台湾人有家己的民主的制度，啊，佫有自由的迄个言论的环境，爱好好维持甲保护，无伊对共产党嘛是足排斥的，伊真无爱，伊真无啥爱共产党啦。就是共产党是足恐怖的啊！你参像我今仔日讲的啊，啥物都爱霸，啥物都爱霸。啊，阮老母就毋是迄款人，对啊，就感觉讲即款精神就是咧考倒咱台湾人，考倒因中国人，考倒全世界的人拢安尼啊！啊，这真是咧，这是有毒的思想。啊，这讲真是咧，就是爱互大家去思考看来讲吼，就是家己的国家啦吼。嘛是有一寡较需要检讨的所在，嘛毋是干自信，上重要是
有歹诶所在，爱甲检讨，爱思嗯考，要安怎改进，对无？你若共产党一直带迄个黑白母、黑白变啊，造成通世界，就因为即种国家吼，不甲迄个大家拢咧伤脑筋，所以我感觉讲吼，这是一种迄个真无好啦。这基本上我来介绍着，阮老母是去中国来，所以大家讲，大家惊着，你我讲大话，你老母中国来，你是安怎？大家会惊着，你是毋是来统战的？我讲靠，哪有可能？我来晓统战，我会晓讲拽有诶无诶哦。我若中国讲这个亲属高官诶代志，我早互掠去啊！哦，即马青藏高原哦，伊迄落来迄水吼，中国拢做水库共炸起来，知啊？是对。啊，即马就是哦，下骹人无水，因为水库拢水拢叫你炸去啊！啊，即马就是啊看中国诶头面啊！即款诶，这对啊个时阵啊，还佫无解决，实在是有影，即对啊款吼，拢较无低度量诶人水平啦哦，真害。是啊，对来讲拢较着，这是，下面吼，是，我对即个福州人吼，小可有加减仔了解啦。你哦，因为阮某诶老爸是福州人嘛，啊哦，我感觉福州即个所在有比较较特别，伊诶语言嘛较特别。闽因为吼，南语啊，伊迄个福州迄个所在吼，伊迄是较早就是迄个福建遐个统治中心啦，吼。所以你迄个清国诶时代吼，因咧足侪是做官诶吼。伊咧袂当讲，伊要若讲遐做军啊，遐较重要掌军权的遐吼，伊迄皇帝拢会甲伊轮调，哈。所以伫福州诶遐是嘛是足侪无共款诶所在去调去遐啦，吼。我一个印象是福州人吼，因诶自尊心嘛足强诶，吼。像讲啥物人，像迄个郑南榕啊，福州人啊。对啊，而且吼，伫台湾的政局是安尼啦，因为台湾偏偏是伊迄个中国来的对无吼，因内底分足侪派啦，吼，因为足侪派，基本上是浙江的遐吼，江苏浙江的遐，迄个要升官较紧啦。你若是福州的吼，蒋介石拢对伊小可严严，所以若是福州来的，福州拢伫警察局啦，警派福州人真济啦。对，真团结啊，牵亲姻亲阮，啊牵亲姻戚安尼，牵做一伙安尼啦。伊比较上因伫即个中华民国的即个政权内面吼，我相信是因为斗争较输其他的人啦。我的理解是安尼。而且咱迄个像我厝边较早吼，伫台南嘛吼。咱有足侪在地的福州，因是足早就来安尼。迄是1920年左右来。对，因做我会记得是我隔壁遐因足侪迄个做雨伞、做螺啊，开做金仔店吼。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有一档迄个专门咧卖迄个福州的迄个意面吼，福州扁食，够好食。福州面，叫做福州面。对，真好食。所以我是讲，你婚姻佮兼福州吼，所以莫怪你吼，你的即个 self esteem 吼，自尊心真强啊。我咧讲自尊心是较讲 self esteem 啦，是讲你安，如你安怎看待家己吼，你若家己看待家己是强者，你的 self esteem 就算悬啦吼。你若讲家己感觉讲是你的 self esteem 就是讲我家己无好，你家己看家己你是弱者，家己无好。迄就是 self esteem 较低啦，我是甲伊台湾人讲来讲做自尊心啦，我无较适合的，无可能是类似啦吼，但是嘛无一定真共款啦。毋过我感觉讲若是像讲你安尼真自尊心真正面自信心个自尊心悬安尼来看代志安尼对讲咱的即个台语文毕竟。咱咧推广一个语言，毋是干那讲是干那一个技术问题，即句话来讲，迄句话来讲，迄是牵涉着咱整个即个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即个是咱所谓的即个
台湾的主体性吼。所以我有发觉讲，拄则你咧讲的遮个物件吼，一寡全有名词，你拢来吸收落来吼，用咱一般咱讲台语的人会当较理解的语言，像，我当然是甘拜下风啦吼。若连讲即个广告的师傅吼，伊甲你讲甘拜下风吼，你这个行咧，甲你行咧，甲你行。我讲哦，另外一个角度哦，就是讲哦，咱伫遮看到少年家吼，咱伫看到咱国家的希望哦，对少年家遮来啦吼，想有影，今仔日你每讲一句话啊，我拢耳孔哦，拍落去听咧哦，实在是有影，真好，因为你哦，迄个开放啦吼，吸收多元哦。而且完全是甲现在台湾社会哦，完全符合啦。像我即马住喺加拿大，我嘛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加拿大伫世界7大强国之一吼，嘛毋是讲安尼凊彩就得着吼。阮有包容佫甲因接受佫叫因发扬安尼吼，则变做一个多元的社会。和谐世界吼，这伫台湾嘛会渐渐发生啦吼。咱来讲意识形态这个方面哦，渐渐我看遐老的也拢死去的时阵吼，意识形态无遐强哦，大家好好来经营吼，2000几万的国家即款无偌大的所在，是上好做一个幸福的国家啦吼。你看迄北欧遐国家，拢嘛是细细啊尔。逐摆也伫排世界幸福度，拢是伫头名。咱台湾嘛有迄个条件啦吼。尤其即摆佫看着民工习惯吼，迄个遮尔优秀的少年家吼，我真满意啦。多谢你今日来，我对啦。讲到这吼，我著爱讲吼，就是你头拄也讲到加拿大是强国，对无？真强的国家，要毋过伊袂共欺负，伊袂共压迫。我感觉一个强国吼，一个强势文化，爱有即款的迄个觉悟。对，咱台湾话吼，爱强，要毋过嘛是爱包容多元，吼，毋是共欺负。这毋好产生中国人安尼。哪有谦卑的心情对待别人啦吼？对，爱谦卑，而且会通个包容多元的价值观，是，无毋对。好，咱搁剩头了7分钟啦吼，咱搁7分钟好无吼？未发言的人，咱欢迎哈，含少年家安尼鼓励对谈安尼。我看着彭老师一直起赞了，彭老师你嘛叫来，彭老师是 Houston 的老师啦，彭老师，你会使开你的麦克你哦？麦克拍袂开。伊即马拍开啊！歹势啊，因为阮这老电脑吼，我若小可安尼甲用较重的吼，伊就拢会甲我使撇吼，就煞搁长去吼，所以我也是较莫讲的，较好啦。我听是听啊，像即个民风吼，我是感觉真正正台湾若遐侪少年人拢会当像即种的心情吼。安尼，咱的台语啊，是讲咱一个国家可能就会较紧达到咱要需要的啦。我对一个感觉就是讲，最近无啊讲，干那咱甲改做台湾台语吼，就一寡迄个少的吼，就开始伫遐咧，气噗噗，我感觉这实在是，实在是心情真沉重啦。我是毋知影讲台湾是哪甲会。咱干那讲要讲一个台湾话，干那要讲咱一个台语，安尼即个遐小小的愿望吼，安尼也是爱互人安尼甲咱交代，是感觉真无奈啦。对，若听我的朋友若个改票，我就无通听恁咧讲话吼，所以我较关起，就
黄老我的师，感想是，我的感想是真简单啦，就是我感觉真侪少年人吼，就是惊无，因为因的因为少年人吼，因为因要爱是啥物就和平什么叫做和平？因为为着和平会去想讲要安怎做才会和平？要搁因袂去想着个，伊袂去想讲要安怎做较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因较袂，因会安怎？因为为着和平伊会去掠讲倒一个人是加害者，因为感觉讲谁是加害者，因会讲是台湾人，咱台湾人是加害者，咧压迫啥物人、客人甲迄个原住民，搁有咩排各种族群，因就是安尼想，才会讲恁无资格霸占台湾话即个名称。毋过我讲诚实诶啦，迄个自称甲他称诶问题这真侪台湾人拢袂晓思考，因为讲诚实诶啊，一个族群诶名，一个语言诶名，一个。甚至讲嫌国家诶名啦，有家己诶自称，嘛有家己诶嘛有别人家己称呼对无？像日本，咱叫日本，因自称日本，英国人、美国人称呼伊 Japan，西班牙人家号做哈堡，借问一个，遮诶名，拢是咧讲同一个国家，日本人也袂生气讲，恁袂应该叫 Japan， 袂应该叫哈堡，袂应该叫日本，袂应该日本，爱讲啥？今仔日爱借名，有做日本，对袂安尼啊，对无？袂安尼啊，迄就是我感觉讲咱爱去理解讲啥哪有即款诶他称，自称他称用咧包容，我是感觉讲这是上好诶结果，就是互咱大家知影讲这是咱诶自称无毋对，用过这他称咱家己若无意见，通好接受这他称欢迎你来安尼甲阮情况，安尼无问题。我是感觉讲真侪台湾人拢袂晓思考即个问题啊，自称他称本来就应该正常平准啊，是安怎袂用诶？名从主人主人讲我叫做什么名，咱其他人爱尊重伊诶名啦咱讲咱台话，大家爱甲咱尊重，讲阮即款话就是叫做台话是不是？袂使甲咱反驳啦我名从主人啦，主人安怎讲，咱就爱尊重啦。是啊，就是我感觉讲对，自称迄本来就是伊有家己诶迄个，就是家己诶族群本来就有家己诶自称啊，这无人通好反驳着。这参像啥物？这参像斗是啥物意思？就是人诶意思，对无？放炸是啥物意思？嘛是人诶意思啊。设定嘛是人诶意思啊，对无？意思就是嘛无人讲，你袂应叫设定，你袂应该叫放炸，你袂应该叫斗，你自称家是人呢？甲别个族群做啥？无人安尼想好无？对啊，对啊，因讲设定区有无？因诶自称就是啥物？叫做人话，讲人话就是讲设定区诶话，设定区诶迄个话语诶迄个理路是安尼诶，袂应该讲你安尼自称家是人话，别个族群讲诶，但是人话，无人安尼想啦，拜托咧，迄就是共款诶道理啊，对无？这毋过就是即款诶价值观讲诚实，即个少年人较无介意，即个少年人基本上毋是所有诶人拢介意台湾价值观，这是我感觉足可惜诶所在，因为真侪少年人因诶自信就是感觉讲，啥物物件拢是理所当然诶，因为去思考，因诶头壳内拢是敢若想着这就是安尼才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袂用甲我反驳，你若甲我反驳，你我感觉你是来找我，就是要来徛空诶，你就是会安尼，是伊会去想讲别个价值观是安怎会安尼讲，会安尼想，伊会去，伊就是会感觉讲，讲出来伊拢无兴趣，
对啊，真诶少年人拢安尼，这我感觉这是无好诶，因为吼，这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网络资讯爆炸诶，对，嗯伤侪资讯，吼吼，带伊头壳顶安尼，哦，足侪物件，后要安怎处理有无？伊开去就用一个足简单诶理路去理解，伊袂去思考做伤过具体，伤过操劳，伊就无啊，伊就想讲爱找一个简单诶理路去理解，安尼就好啊。嗯别项诶，你讲啥无要紧，无要插你，好，安尼咱时结间就是安尼。差不多啊吼，即个问题差不多啊好，袂了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是安尼啦，这拄好是牵涉着讲这中华民国诶定位诶问题啦，吼。啊，即马像赖清德这是，吼，伊讲有即马有4国啊，有即马台湾有4派啊，吼，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啊吼，中华民国派啊，中华台湾派，吼，啊一个台湾派安尼啦吼。啊，所以我想这争论到尾拢牵涉着即个国家诶认同吼。啊，到尾啊有一步是讲，若对阮较老一辈人来看诶时候，啊，到底有要做转型正义啊无？吼，这个问题，佫是另外一个战术吼。啊，我来介绍咱后礼拜的节目吼。咱后礼拜是含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合作啦吼。啊，咱是用